今日由崔導帶大家嚟睇下我哋錦繡花園呢一度咧一個有裝修嘅買賣盤。咁呢間屋咧係840尺嘅實用面積啦，有2個浴室同埋有1個洗手間嘅。咁而且咧佢呢一間屋仲可以泊到2部車。呢間放賣嘅單位咧，我哋係有鎖匙，一齊跟我嚟睇下。一入屋咧，我哋睇下客飯廳嘅佈局先。屋主善用空間，利用樓梯底嘅部分做咗個隱蔽式嘅客廁。而原裝嘅洗手間部分就改咗有地台嘅飯廳，原裝間隔嘅緊廚都大翻新過。從廚房嘅窗可以望翻自家後花園，響飯廳落地玻璃出去呢，就係後大花園啦。地磚、瓷磚都更換過，清潔打理好 easy。我哋從樓梯上去睡房區。上到嚟呢一層嘅右手邊呢，推開門就係大平台啦，可以擺放洗衣機，亦都可以晾衫曬被。轉過嚟左手邊呢，就係有晒入牆家私嘅主人套房啦，仲加設咗一個主人房嘅淋浴室。咦，旁邊有條樓梯嘅，原來上到嚟呢，就係冇計實用面積嘅一個主人房嘅儲物空間。旁邊呢間房呢，有衣櫃、書台，啱晒小朋友。而隔籬咧都一樣有樓梯可以上到嚟一個冇計實用面積嘅另一個閣樓。最後呢間房咧都有齊訂做嘅衣櫃、子母床。當然唔少得仲有2間睡房共用嘅呢一個有窗有浴缸嘅浴室。呢一間門前可以泊到2部車嘅錦繡花園2層屋，有興趣打電話俾我預約睇樓啦。